星火燎原，火燎心。本節目只代表節目主持人及個別參與人士之個人意見。奧運個使費大啦，但係睇翻個股市零零星去做咗啲數據咯，哇！原來奧運之後咧，其實好多股市都升嘅喎，係嘛？其實就呢個奧運股市方面啦，我都已經花費好多心力啊，搞咗好耐啊，搞奧運啊，揾晒啲同事幫手啊，即係搞呢啲搞路咁嘅，終於俾我發現到一樣好驚天地嘅 point 啊！係個一鬼神位喺邊咧？就係原來搞奧運嗰年咧，個股市係冇乜特別嘅。你指個股市表現啦，定抑或個股市表現冇乜特別嘅，即係升升跌跌咧唔知嘅。不過咧，其實呢個先係真正重要嘅 point 就係邊一個國家搞奧運咧？奧運之後嗰年個股市係一定係升嘅。之後嗰年一定升。譬如08年中國搞奧運啦，咁09年中國股市係升咗80%嘅。咁當然你話08年金融海嘯，咁09年咩地方都升啦，係咪先？好，咁呢個唔作準啦，係咪先？咁譬如04年希臘搞咗奧運啦，咁咪投資太大啦，咁就蝕錢啦，都搞到越嚟越衰啦。咁但係05年希臘嘅股市咧係其實升咗31%嘅。OK，係咯，呢個真係好難估得到啦，係咪先？咁之後再睇翻2000年啦，1996年嗰幾個國家啦，即係澳洲、美國同埋西班牙啦，佢哋奧運之後嗰年嘅股市都係升㗎。咁所以咧。我哋係咪應該買英國股市啦？倫敦嗰邊嗰啲啊，倫敦上市嗰啲咧？係你敢唔敢買啦？買匯豐，買 ADR 啊？買匯豐唯有。咁但係咪即係話我哋應該係買定啲，即係預先通常係1年後啊，定一話係？即係1年後結算，1年後結算係啦。咁即係你今年年尾就入市。就買啦，跟住出年馬嚟啦，買整張 accumulator 嗰啲咧，我驚佢1年後，我驚佢 IQ me， 即刻死喎。係，咁我哋應該點部署咧？係咯，香港股會唔會簡單啲？香港股市其實都得咧。香港有機會搞奧運嘅話，咁咪得咯。大家等下啦，都幾難啊呢個啊。英國係嘛？留意下啦，大家即係如果咁神心，同埋點解會咁咧？有冇解釋咧？即係經過你個 research 之後，我細心嘅分析同埋觀察所預測咧，點解會咁樣咧？其實咧就可能因為搞奧運。個國家就會製造好多嘅工作嘅職位啦，咁變咗好多人，即係失業率就會有所改善啦。咁啲人就會使多嘢做，揾到錢啦，揾到錢咁咪投資下咯。OK，關事咧。其實都應該係嘅。同埋另一個我覺得更加似樣嘅原因就係因為一個國家搞咗奧運啦，咁就已經展示到俾其他國家睇自己係有幾咁有國力啊。咁譬如你會將個城市搞到好好睇睇啦，會優化個城市啦。衛生情況就會搞好啲啦，咁變咗更加會吸引到外來嘅投資嘅錢落去你個國家咯，咁變咗可能會推到股市喐咯。喂，但係咧唔係通常咧股市咧其實行先過經濟嘅先嘅。我唔認同喎。你又唔認同？我真係唔認同喎。你又點睇啊？我都係引述呢個科斯托人嚟講嘅理論嘅，咁我好認同佢嘅講法嘅。佢話股市同埋經濟好似人同埋狗咁樣。咁就隻狗咧出到街咁，有時會行到好遠，有時會墮後，但係咧最終嗰個方向都係一樣嘅。即係我唔係幾認同股市一定係行先個經濟咯，唔一定。咁會有咁嘅情況，但係都會有落後嘅經濟嘅。係啊，咁你打個譬如，其實03年開始我哋個經濟開始好明顯地好嘅，但係個股市都係落後咗少少嘅，即係喺18000點上上下下上上落落咁樣，去到好後期差唔多。真係07年嗰幾個月先叫大爆升㗎嘛，但係個經濟一早上咗去啦。咁但係 A 股可能真係行比較敏感啲啦，敏感得滯咯，行到先到不得了，先到不得了，直頭透支咗啦，透晒啦！呢3個月一直都落緊嘅。係啊，即係唔好話我話啊，即係如果佢今次嗰個海嘯搞得掂嘅，今次個歐債危機搞得掂嘅，中國可以去返個正軌嘅，個股市都有排，真係有排。真係有排，佢不單止呢樣嘢，係太多人嗰個財富蒸發咗，有排都未翻嚟。係咯，不過咁講啦，今年倫敦奧運咧，即係頭先雖然你講咗話
洛杉磯奧運搞到好成功啦，但係倫敦奧運今年似乎就悶悶地啦，因為佢哋當初預算本來係即係投入34億英鎊去搞呢個奧運㗎啦，但係係啊，但係而家已經提升到111億英鎊。係啦，呢啲簡直係即係政治目的啦，跣佢一鑊金啦，洗濕咗個頭，你仲翻到轉頭。同埋佢又咪猶太人咧，所以想靠呢個奧運賺錢，其實都幾問水啊！賺唔到啦，我估佢哋都冇諗過賺㗎，係爭咗點樣蝕少啲嘅啫。咁啊，希望願主保佑佢哋啦嚇。提一提所有嘅投機者，如果想因為呢次奧運呢，就喺個股市裏面分一杯羹呢，其實嗰個風險真係好大。你要明白，而家呢係熊市之中嘅熊市，升市唔難，但係你唔知係咪死貓彈。咁啊，大家自求多福啦。星火燎原。